错。你毋是一定毋茫讲，咱有伫花园房的脚板会使搁挂起。即摆，咱真要有钱来车买转来。你爱忍耐啊，你爱较坚强些。大伟。错看你来来创啥？我都拢知影，你再要来，我也巴度。唔去听讲着阿嫂讲伊的代志，我看你无意中听到。这种代志，看恁早晚会知影。头家娘，这是。妈妈，有较快活无？有啊。宽钱啊，你哪来车？妈妈，你有白小都无爱甲我讲，拄则我伫厝内底，你对阿妈甲阿姐讲你大意，我最伤心的呢。我想，宽钱莫伤心。妈妈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要毋过阿姐讲你存无3个月，妈妈，阿姐讲的敢真是的。妈妈，阿姐是毋是讲袂差？你无得到赚钱对无？宽钱啊，妈妈哦，可能伤忝啦，所以才安尼。医生讲吼，妈妈休困一阵就好啊。你要骗我？有我妈妈离开我，我永远跟妈妈做伙。宽钱啊，你这么乖，妈妈哪敢离开你啦？对无？你若好起来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，乖乖读书，家己清扫，家己去学校，转来以后，拢甲公务写好了，莫搁耍。乖乖，妈妈听你安尼讲吼，啥物病拢嘛好啊。等妈妈好吼，妈妈才带你去佚佗。咱搁去骑脚踏车，妈妈答应你过，讲要去溪边掠鱼，你会记无？妈妈，你来等我无？好，咱来等，咱莫伫遐，咱来等。乖，妈妈想，妈妈无代志，乖。妈妈，加油！多谢。妈妈，你敢会记得？我以前1年级的时阵有一届发烧，你毋是摕药互我食？啊，你讲迄届哦，妈妈当然会记得啊。迄届你嫌药伤苦，啊妈妈吼，搁摕汤仔甲你骗，你才要食呢。哎呀，我毋是讲迄个啦。迄个时阵你毋是讲爱乖乖食啊，安尼病才会好起来。只要妈妈你啊，嘛爱乖乖食啊，安尼病才会更好起来。妈妈知啦，妈妈有宽仁这么友好哦，要甲妈妈照顾，妈妈一定哦，真紧就好起来啊。妈妈，我甲你讲哦，上重要就是爱勇敢。勇敢。对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伊妈嘛得了这种病啊，伊定下讲别人讲，伊有信心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喂啊，伊食啥拢好起来的呢。有影哦。对啊，我以后嘛爱监督妈妈食药啊。啊，你逐工监督妈妈食药啊，你嘛要注意你家己的功课啊。功课
课，你食以后我才要写啊。你若无爱食，我就无爱写。哦，妈妈哦，以后一定准时食药啊，安尼就好。妈妈，你甲药仔食以后，去休困，我甲衫一折，等下搁芳红豆汤互你食。快点真乖呀。冠军啊，这衫哦，不是安尼折啊。来，妈妈折一遍互你看。你看，这手腕吼，站咧对，安尼折，安尼才会清洁，知无？好，来，折一遍互妈妈看。对啦，安尼毋才对。以后吼，无论拄着啥物困难，你一定吼爱毋惊艰苦，毋惊麻烦，知无？知啦。乖。妈妈讲过，袂使惊痛，袂使惊跋倒，袂使代志做真半，我定会晓。你呐，你小甲我讲咧啊，哈，哎，你甲我讲啦，算了算了。袂要紧啦，我会当再摕啦，吼，好，啊算了，两声，是毋是有心啊？啊？阿进啊？啊？啊算了，是毋是有心？无啦，算啦，食歹倒啦。你也甲我骗！讲甲阿雪啊吼，最近若鼻臭臭啊是油吼，拢会想要吐，搁食袂落，啊规台搁规个包迄个酸梅啊，啊这毋是有心是啥？你甲我讲，老实讲啊！阿母，你唔通怪来正，是我叫伊唔通甲你讲的啦。啊你是真正有啊吼！哎呦，紧嘞，坐。偌久啊？讲话。哎呦，有心是喜事，哪会讲啦？哎呦，你真戆翁啊！你这做人戆翁，啊有心啥毋甲我讲？冤枉哦，毋是我歹甲你讲啦，啊，就即摆毋着时阵啊。啥物着时阵毋着时阵？敢我着爱等伊洗才甲我讲才着时阵哦。阿母，咱即摆上要紧的是早日帮阿嫂完成愿望。我若惊讲吼，我也有心甲你讲，你一定袂互伊做事啊。安尼等下着讲咱要帮阿嫂，所以我甲来前有甲参票讲，无互你知。哎呦，讲到你闹俗也有够戆呢！啊，一人讲到你叫戆惨落去。有心哦，是咧厝内喜事，你知？人讲喜地三灾，厝内若有心哦，厝内拢会消灾解厄。无一定因为你这有心哦，这个囡仔是天公伯，想过来是疼惜啦。你若所以因为你这个囡仔哦，会变好也无一定。啊，总无啥毋甲我讲。以后吼，闭关啦，也当工课，当通做哦。吼，啊，踮工课，互我甲阿真做就好啊。阿母，你逐日拢咧无闲，我一个人休困，安尼毋好啦。听我话无毋对啦，好我踮要出去休困啦。啊，你搁徛遐创啥啦？去买2只鸡转来，我拿棍甲补啊。
即过过来吼，啊，定定咧徛咧做工课，后尾休困都无报袂用的啦。哦，紧去啦。好了，我随来，我随来。哦，啊来真啊，要出去露营啊？苏老板啊，你是来创啥啦？啊，你感觉足久无来啊？来甲你请安啊。请安咯，哎哟，所以啊，天要落红雨啊啦。当我捌你，也毋是今仔日昨才捌你的啦。请安，有啥物代志直接讲啦。啊，若无你甲出去。哎，啊你也徛伫尾啊？去买啦。好了好了，我随来，我随来啦。哎，吼，啊你个真大班呢，啊你甲我坐咧呢？哎哟，钱嫂啊，你嘛唔通安尼歹面腔，来这是客呢。好啦，赶啊袂早嘛吼，啊无有啥代志直接讲啊。哎，是安尼啦。我有一笔咯，真要紧的生意，要甲春秀啊当面参详。哎，是要讲什么生理啊？伊无讲呢。阿嫂，你想，伊敢会是为着车行迄个土地人的？可能哦，是为车行代志来的啦。你出去了解者。你说，先甲我查者。阿嫂啊，啊毋过，咱迄500万拢还袂传好，是要哪甲伊参详啊？万一伊今日来是要提悬介绍，迄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咱先再了解一下吼，才来做打算。所以啊，啊你讲有代志要甲春霞参详，我甲明先知者。你是咧急啥？等下你就知影啦。苏老板，春秀啊，歹势哦，啊，互你等。这。请问你今仔来是？就是为着你的土地啊。我按算吼，今仔就要甲你割这笔土地。即马就要决定哦。无喏，苏老板啊，你有答应我呢，讲要吼等我传钱传好啊。苏老板，阮阿嫂即马无钱，会使请你搁等一寡时间无？要等偌久，迄是拢是袂要紧啊。也毋过恁嫂啊，敢会等一下？所以啊，你平时在讲人你唔好，你搁讲这？春秀啊，这块土地吼，我决定以300万原地价销卖转去互你。啊，真正假啊？真假吗300万？无啊，所以啊，啊你以前讲500万，今仔日讲300万，今仔去当差200万呢，哪有遐好做的生意？你是变什么高人啊？讲这款偏胖的啊？好啦，我就照是甲恁讲啊。我承认啊，我所金吼为人是有较简单无啊。进前我会开迄个介绍，迄是调工要调悬价，因为我知影春秀啊对即块土地的感情，无论我开偌间的介绍，春秀啊一定想办法要甲买倒转。无听。对啦，我嘛感觉讲吼有较超过啦，所以啊，我决定以原地价销300万，一角银都无会加。苏老板啊，啊你讲这是真的哦？当然嘛是真的啊，这是因为啊，来真啊无意中将你的病情甲我讲，春秀啊，我对你坚强的意志哦，感觉非常的敬服。为着有着的理想哦，你干嘛呢？拖到规身躯病，搁安尼牙仔更加落，一直要甲拼落去。我毋是无血无目屎的人啦，这种钱哦，较安怎讲，我嘛是趁袂落去。啊你嘛，我才讲有淡薄仔良心。二嫂啊，啊你嘛袂歹啊！我会记得你以前哦是坐咧食倒咧放，春手就要摕钱的人呢。啊，即摆哦，你为着春秀啊，会当安走去来一领斗3工，啊嘛互你真委屈咯。袂啦，阮吼一家口人法度讲安尼斗阵拍拼艰苦无要紧啦，阮若搁较艰苦嘛会变甜的啦。这款
亲情哦，你是无得好感受。对啦对啦，我是啊，真心善啊，嘛真怨叹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莫去讲这，顺续啊。啊无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明仔载哦，咱就请一个大师来办办。苏老板啊，快点我电话给问你无？免啦免啦，明仔载哦，做一遍办就啊。多谢你。来，张太太，这份契约书你看无？收进去，来，这份你看。若无啥物问题，请恁踮契约面顶签名，咱手续就算完成。头家娘，恁哪会紧签啊？是毋是合约有啥物问题啊？都无问题，我只想讲吼，总算甲这项你落来，心内足欢喜的。春秀，你的愿望嘛要达成啊！啊，我心内嘛感觉足欢喜，签签的好伊，那么等下你找人遐行看看。恭喜你，张太太，花园行在第即摆已经是你的。多谢，多谢你。顺续啊，容易哦。所以啊，哇，你可是足少情的，做人袂歹，袂歹，袂歹。唉，啊做人袂歹，较有较早啦。真说啊，我到这时吼，迄罗汉脚啊一个呢。你若看我变小情，啊无哦，有闲斗真足者。啊，有这无问题，无问题啦。我一定甲你找一个吼，甲你四倍水姑娘互你。好啦，啊你到时哦，我红包哦包较大包互你。哎呦，我真多谢哦。唉，顺续啊，啊即马土地已经是你的啊，希望吼以后惠文行当愈开愈大间，啊身体哦赶紧好起来。以后哦，咱两间车行哦，会当小拼生意啊。啊，做生意就是安尼嘛，吼，有竞争才有进步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多谢你，我一定会认真打拼，该做落去。头家你，我送你礼啦。阿三啊，阿三啊，我带人去看你。好。是吧？不要紧啊，我决定的。不要紧啦。今仔会当回来吃哦，我实在真欢喜。想到要离开迄一天的时阵哦，我每行一步，心肝就真痛痛。迄当中我甲家己讲，
我一定要有信心。总有一天哦，会当甲惠民行阁买倒转来。今仔日哦，这个愿望总算实现啊！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。